台湾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提交國際加到新聞當中，已經看到咧，基本全球媒體差不多都關注強權事情。是文財軍到金正恩的見面，而聯傳後續做咗討論嘅焦點，按照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場代係轉出太好外交內劉德華劉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看到金正恩從2011年12月就任以來，其實一開始我們看到的金正恩是對內做政治的清洗，他殺了自己的姑丈，殺了自己的哥哥，然後對自己的人民某種程度已經到了窮兵黷武的階段，然後對外文攻武嚇，導彈不斷。可是今天早上我們一起看到的金正恩。好像不是那個金正恩，我不曉得說究竟什麼使金家王朝這個承襲3代永和自重的傳統改變，然後什麼關鍵時間點、關鍵事件開始讓金正恩變得像是另外一個人？其實他都是完全是有一定的他的邏輯的而且其實是非常具有戰略的行為的。譬如說他在國內的時候，他剛開始上台，其實等於是兒皇帝嘛，還不到30歲才剛來始的時候。那當然就是他的姑父，張承澤是主控的大局的，那軍權掌在李英浩的手上，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先從李英浩拿軍權，再把張承澤殺了以後把全權掌控，所以張承澤被除之後呢，整個天下就在金正恩的身上，這才是真正的金正恩。所以在這之後呢，其實他的經濟上他也立即想要改好經濟。所以他是講的是發展核武跟經濟發展同時進行的而且他殺李英浩也是因為李英浩不願意把經濟權交出來，所以這樣子之後他才開始進行改。其實去年這個北韓的經濟還維持了1%的成長率了那當然今年是受到非常大的經濟的壓力了，但是整個來講的話呢，它確實是先安內再往再去跟國外去交流，所以那弄核武也是一樣。其實像北韓這種罪兒小國，你怎麼能夠引起人家像世界第一大國美國對你有興趣所以的話呢，他經濟他也不行，政治他也小國，所以唯一能用的就只有用武器嘛。所以當他的核武發展成功，配上飛彈之後，美國不得不說要跟他談判了嘛。所以這個來講，整個來講，就實際上對一個小國的政治領導人來講的話，這些都是政治學講的 necessary evil， 必須要有的一些罪惡，你才能夠贏這一場。現在大家看的這個大戲，如果沒有前面那些動作，不可能有今天的這個大戲的。所以某種程度，他在很明確的目標跟很清楚的手段之下，他遂行了他的一個算是外交的一個成功嗎？對，因為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朝鮮半島的情勢呢成為一個平衡的狀態，因為目前是南韓跟4強都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北韓呢實際上跟美日到現在都沒辦法建交嘛那所以這一次他講明白了，就是要跟美國建交那當然美國建交和日本就一定跟着建交了嘛。我們其實看在他的這一場會面之前，在2000年跟2007年分別在他的父親其實就已經跟金大中還有盧武鉉見過面，那一樣是兩韓元首的見面。假設我們把它對照今天跟文在寅這一場會面，老師會怎麼看這3場一樣是元首的會面各自的意義，以及如今我們看到他好像又做了一些突破，比方說他是第一個從這個北韓用走的踏上南韓領土的人，是不是老師的觀察重點也跟我們提一下？確實是如此，這次是非常不同的前面呢，前面2次的話很少說是有公開讓大家看到他們這樣子兩邊的進行全世界可以去採訪嘛這是沒有的。還有呢，2次都是在平壤或者是在北韓的土地上進行，這一次頭一次是在南韓的舉行，所以的話對這個來講是有這個平衡的意義嘛。因為韓國人不滿意說，怎麼每次都到你那去好像是朝貢嘛，有點像這個，所以韓國人希望要在這次一定要在這裡舉行，所以那金正恩答應就在南韓這邊的板門店來舉行所以這個來講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而且這次全部公開所以整個細節公開，然後2個領導人直接的這樣對話都可以大家都聽得到看得到所有的這個世界都看得到，所以他這個來講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老師，就前面那個部分而言，我們一開始收到的訊息，其實金正恩或者是講北韓方所提出的是希望在平壤舉行，可是後來南韓當然說，就像老師講的，每次都是我們去那，那這一次是不是可以換？他為什麼願意讓步？第一個來講的話呢，是金正恩這個人來講，他做很多事情的話，其實也是韓式作風了。
它一定要有突破，也就是说我这一次跟前面一定要不一样。要一样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再来演一次戏嘛。所以他们两方都有这个想要突破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确实大家看到这个整个局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如果没有韩国的平昌奥运的话，金正恩也不一定跟跟那个南韩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韩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金正恩是在基础的压力下，美国跟中国联手逼着他加了他，所以他只有跟两韩改善关系才能够突破这个基础的压力。所以在某种方面来讲，他需要韩国，韩国也需要他，因为韩国实际上来讲的话，美国去年跟这个川普跟金正恩两个比谁的核武的按钮大，已经到这种地步。可是川普后来说他自己觉得这样讲的很不得体，他说这样子互相在放话。其实川普这2天也在反省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就是谈判呐。川普的策略就是吓对方，金正恩也是吓对方，其实他们玩的一样的做法，然后吓你来跟我谈判呢。那不然像美国怎么会愿意跟他谈呢？那老师刚才讲到，他希望有所突破，我们就这件事情来细论一下。因为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是让步了。因为好吧，你南韩要求我要到南韩去，我让步了，但是却因为让步而突破了他父亲所没有做到，他站上了南韩的土地。那就结果而言，究竟这件事情得分的是金正恩还是文在寅？我觉得双方都得分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来讲，对于整个世界的舆论的影响呢，当然还是金正恩还是比较大家注意的焦点嘛，因为是大家从来对他不太了解，而且他这么大的转变也是让大家难以想象的，所以国际的舆论还是韩国舆论仍然都是集中在金正恩的身上了。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当然，文在寅也是表演的非常的这个很好啊。老师，今天他们的互动有没有什么特别引起你注意的地方？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插曲嘛，就是这绝对不是安排的嘛，就是他们已经在这个这个板门店的那个分界线上，本来已经都走过到南韩这边来了，他又走回去，然后又走过来其实中间是有很大的内容的。是原来他已经走过来之后，在寒暄的过程中呢，那个文在寅讲到他从来没有踏到过北韩的土地，是那金正恩讲说，那就马上你就来我们走过去好了那就踏过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文在寅讲说很抱歉，这次我们只能这个粗茶淡饭的邀请你了，我希望下一次能够在青瓦台盛宴邀请你来。那金正恩讲说没问题，只要你正式邀请我就来。所以这两个来讲的话，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很像这个阿萨里的，就是都希望能够改善关系，非常清楚。老师刚才讲到一点，以往南韩去有一点像在朝贡，这一次双方在地位上或是在彼此言语的这个对谈上，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感受吗？这次来讲，金正恩特别的注意到了韩国方面的一些观感嘛，所以的话。假如大家仔细听的话，会懂韩文的话，这一次呢，金正恩在跟这个文在寅直接见面的时候，实际上是使用了敬语，也就是说，这个文在寅대통령님这个님就是您，就是尊敬才用的，是而且是在韩国来讲是这个矮辈对长辈才用这种语的，所以他表示说他对这个文在寅的这个尊重实际上文在寅也是比他年长很多嘛，对，所以这个来讲，韩国人听了就很爽了。这个对方的这个领导人对我们的领导人使用这种尊敬的语那韩国人觉得是很高兴。然后这次又到了韩国来这边谈，那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个金正恩来讲展现出来他的弹性，而且他展现他出来诚意要跟韩国改善关系。那就实际会谈，其实我们在会前也看到，南韩对外发布的新闻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主要会谈，虽然中间大概有100分钟我们看不到，不知道他们实际谈内容，但是主要是3大主题。第一个当然就是去核化这个问题，第二就是中战协定，第3个就是两韩关系深化跟改善。那能不能请老师介绍一下这3个主题对于朝鲜半岛，甚至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东北亚的局势而言，各有哪一些意义在？其实来讲的话，我们最主要它能不能达成协议是看北韩如何回应嘛。那北韩的回应来讲，第3个非核化，可能北韩方面可能不太愿意在这一次讲明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讲，双方都是
集中在文化啊，或者是姿态呀，或者用心安排啊，全部都是，譬如说待会儿他们会互相穿韩服出来跟大家见面，都是表示在两韩关系的和谐、和平、友好但是呢，你要谈到非核化这个部分来讲，北韩一开始就已经讲明白，这个部分是他要跟美国谈的，是美国跟美国，假如是要真非核的话，这是他跟美国谈判的筹码。所以在这个事上面来讲的话，目前来讲的话呢，他只是在韩国这边讲的，就是说他要停止核试爆停止这个射飞弹这不等同于非核去核化。他这个非核化、去核化，他要留到后面跟美国谈，因为他还在想说，最后跟川普谈的时候，说不定能够说动川普，说只是恫核而不是去核譬如说他讲说，我可以做你制衡中国的一个筹码我拥有核武是对你们美国有利如果我们建交之后所以的话，这就有可能变化所以像印度就是用这一招。而让他今天还拥有了核武，所以北韩也有可能用同样的招数，所以他现在不会讲那么快就契合而且这个来讲的话，他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讲出来的话，也都是一个声明，因为最终的决定是在朝美之间的峰会上，而不是在这个上面。那至于其他的中战协定跟两韩关系的改善，对中战协定的话，这个也不是他们两个讲就可以的，只能说一个宣言，就是结束这个战争状态的一个宣言，最终是要真正的一个战争状态的结束，按照国际法上来讲是要签这个和平协定的。对，所以那个和平协定也在当时停战协定是中国、美国跟这个北韩签的，韩国其实没有签，所以那个的话一定要这4个都坐下来一起签，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一个停战的协定。所以这一次的元首会，这个也不可能谈成。对，所以说最多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宣言。那两韩关系的改善能够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以他现在就是集中在两韩关系的改善了嘛。如何改善呢？比如说要让这个高峰会将变成一个定期举行还有呢，在这个板门店设立一个这个liaison office， 就是联络办事处双方随时可以联络而且尤其是负责安排这个两韩的峰会的这个就举办，还有呢，就把这个 DMZ 就是非军事区变成真正的非军事区，他们也希望是这样不是现在其实说非军事区全部都是武力最强的对着枪对着枪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非军事区嘛，所以他们要建的是这些，还有分散家庭的互访对，开城工业区不在讨论范围内这个他们也讨论到未来的经济合作，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它未来经济合作将不会是局限于开城工业区跟金刚山计划，应该是全北韩境内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园区，譬如说拉金生凤这个罗金还有新义州都有可能的，因为它要这未来的话是要做一个全面的将北韩融入这个东北亚经济的一个经济的蓝图。韩国现在目前正在做，说不定这一次他们就会有讨论这个部分。OK， 上半场我们谢谢老师这么详细的介绍，下半场其实的关注从家教需要更多。禮拜回答係咪千彩電視少了川普見面，就係最近嘅重點。到底要哪啲觀察嘅面向，佢用先了解下公布之後，讓佢講來。大家转到文件会连着讨论的现场，我们请教老师下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纵使双方好像气氛很融洽，那金正恩也答应说日后会很常态性，希望可以再次的访问，甚至到青瓦台去。那北韩以往的领导人所做的承诺，他毁弃承诺，并不是没有潜力。那我们很好奇，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讲的这一些有实际意义吗？确实是，尤其是西方的媒体韩国的媒体都相当的质疑，是不是能够相信金正恩？但是呢，我们也要晓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最终是由决策者来调整的。尤其像北韩这样的国家，其实是要看的是决策者个人的特质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比较看得清楚的是，金正恩的这个性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具有战略的，都有目标的。他一步一步都有都是有规划的。譬如说，他在最近的最高人民会议才通过了，就是说北韩已经是拥有了核武，所以的话呢，他原来是讲发展核武跟经济发展是并行的。是。那现在他讲说，已经核武的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我们现在集中是在发展经济的。也就是说，未来的两韩关系，甚至朝鲜半岛来讲的话，它的主轴将会从这种战略的、政治的转到了经济上面去，那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最终的美朝的这个峰会来决定，因为北韩很清楚的这一次讲明了他的目标是要跟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日本当然后面就是跟着也会达成的。那即便北韩说不核试不射导弹，有没有可能是在拖时间？他其实盘算着更大的计划在私底下。另外一件事情。假设接下来在讨论到和平协议，不论是老师刚才讲到把中国跟美国拉进来，还是单独跟美国谈的时候，如果他提出说好，那韩美军演不要再军演了，然后你们美军不要再在南韩这边，然后萨德都撤走了，这样各方要怎么回应北韩接下来可能叫牌的这些动作？这个来讲的话呢，北韩来讲的话，它是我刚刚讲，它是已经就有一些的这个布局的啦那一切都是要达成他的目标，就是要跟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那至于中间来讲的话，他是不是真的是在真契合还是假契合呢？对，这就最重要。他们上台，他要跟川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当然希望他是一个能够恫和而已，而不是撤和那他就希望的看看能不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他已经有做准备，是他愿意契合来换建交。所以我们要从哪一点来断定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前不久的在北京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亲口跟习近平讲说他愿意撤和，但是呢，撤和当然是要这个逐步的，而且是这个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你做一样我做一样，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大家来慢慢的撤掉，不是立即撤和。那当然，这跟美国所要求的立即撤和还有一段距离，这个叫后面的这个川金会去最后的这个讨论还有我刚刚讲到，他的经济上，他已经准备要发展他的经济了，已经对内部人民宣布他要发展经济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他是希望只要美国愿意跟他建交他这些就有可能去做。那当然，美国坚持不建交，或者是他那这情形又可能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就如老师一直提到的话，他其实在今天这一场文经会之前，他很秘密的到了中国去跟习近平见了面。接下来大家说今天的文经会虽然受到万众瞩目，它其实只是前菜而已。那个正式的这个大菜就是接下来跟川普的见面。那今天的文经会我们看到受到这么多瞩目，那之前他为什么要是卖习近平的账？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为什么要先跟习近平见面？那接下来这个川金会，他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其实这就你看出这个金正恩这个小子是真的非常厉害的。他一开始就是一直打中国牌跟中国闹就是譬如说他杀掉了张承泽，大家都认为他是故意要因此得罪了中国嘛。对然后呢，金正男也是他在。原本在保护之下，想不到不小心去了马来西亚但是呢，金正男的话被杀不是在中国杀的，对，是在马来西亚。那中国后来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你自己要跑去外面，你被杀就不能怪我了。我叫你在这里不要乱跑他也承诺了，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暗杀一次以后。中国说你再杀我就要动作了，他确实后来就没有杀，那是金正男自己跑出来，那就不要怪人了。所以这个来讲是他就是说金正恩来讲的话呢，他前面就是等于要打这个就是厌恶中国，故意显示这个样子目的呢实际上是要让韩国跟美国知道他讨厌中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反就是韩国后来他就跟韩国关系好，韩国跟美国好但是这个他又很务实的再调回来，当习近平变成永久的国家主席，他马上去祝贺。对那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了因为很简单，北韩不可能没有中国你想北韩跟美国谈，你怎么能谈呢？美国世界第一强，动不动我就把你完全毁灭，那你怎么跟他谈？那他至少有人要在后面中国在后面一站，那就不一样了嘛。
啊，那还要从这一场见面，我们究竟要把它定义成是习近平叫他去，还是他自己去？啊，他自己要。其实他从头到尾，北韩都是要朝美直接对话，不要其他的国家干预。16方会谈他不管嘛，他不想要那些人嘛。他本来从头到尾他就不喜欢6方会谈。那之所以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上台之后，他一直跟美国没办法直接对话到，那最终美国也不愿意跟他对话。啊，虽然美国后来这个 Tillerson 讲说要跟他对话，就 Tillerson 被 fire 来了，被 fire 了。庞培欧才刚上任，对，所以这整个来讲的话呢，最终还是要靠韩国来帮忙他促成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峰会。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他这个金正恩来讲的话，非常具有策略性的，使用各种方法。接下来的川金会是势在必行哦。应该是势在必行的了。我想美国也非常急的要能够跟这个双方的举行这个峰会了。那北韩现在目前来讲就是希望峰会是要在平壤举行。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北韩来讲具有主场的优势，也很容易能够影响川普那当然还有人是讲说安全的问题了，那当然也是一个考量了。但是最重要的，我刚刚讲是从金正恩的角度来讲，这次的峰会一定要能够让美朝建交。老师，如果以这个为前提我原本会以为，其实金正恩的这些动作是已经把朝鲜半岛的统一考量在内，还是其实就目前的进程来讲，我们讲什么两韩统一还太早？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注意这一次的那个峰会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文在寅跟这个金正恩两个都没有讲统一这2个字，是他们都是强调了和平这个和解改善关系主要着重于这个部分而不是去讲统一这个字，因为统一这个字来讲，在南韩来讲，年轻人不一定愿意统一而且韩国人也想到说，我现在已经不是经济很好了，我再跟他统一，就是个人家庭来讲的话，我这样一统一的话，韩国还要付出更多的钱去帮助北韩了和种种原因来讲的话现在不要把吓到了人家，因为每个人都是认为。文在寅就是韩国的统派嘛，这意思是。所以的话，阳光政策的实行者，所以他不必去强调这个，他强调这个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现在双方都不讲这个字，只讲说两韩同一民族，当然应该要互动，当然应该要友好，合起来不被外人欺负。那是对内，对外呢？中国跟美国会乐见朝鲜半岛迈向统一吗？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周边列强没有哪一个说愿意见到朝鲜半岛完成统一，因为朝鲜半岛完成统一就是南韩加北韩一个是经济强，一个是武力强，那合起来就是朝鲜半岛那是很大的国家。第一个日本就坚决反对那这个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见到这个情形那要就变成的是这个多一个强国了在你的旁边呢，因为北韩原来是作为一个这个缓冲区了嘛。那如果是现在他们两个统一了，而且如果跟美国很好的话，那不是美国敌对势力进来了吗？那对中国当然不利了那美国来讲的话，反而是希望还可以接受统一，但是问题是说，美国也要想到统一之后，他是不是能够控制得住韩国啦，而且是不是说不定呢，不要驻韩美军了，因为韩国人民族主义那么强烈，不要驻韩美军，那跟中国很好，那么对这个美国也不利同样，俄罗斯也是他以后也不好操纵了嘛，因为两个都变成一个，那更强了嘛，那谁听谁的？那他当然也对他也不是太有利了。你看文在寅上任其实才1年，这么短的时间，那他也参与了这场大国的博弈。目前为止，我们也看他获得几乎是满堂彩，就也是刚上任的川普而言，然后加上这个金正恩、习近平第2任才开始，现在这几个大国博弈的几个要角，老师你怎么看各自得分或者失分？然后其实哪个国家才是最大的赢家？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来讲，其实每一个其实都演得相当的不错的，演得不错。就是说，就是自己让这个局面走向一个正面的发展是算是各有贡献的。你像譬如说，美国川普讲的也没错他如果不大规模的对北韩施压的话呢，那北韩怎么会愿意上谈判桌呢？
这个也是对的那中国来讲的话，中国如果没有去搞这个大国的外交，跟美国维持友好的话，甚至最后加上一起来制裁北韩的话呢，那美国其实单独也搞不成没有中国说帮忙也不行所以这个那韩国来讲的话呢，韩国自己呢更是为了萨德的问题跟中国搞翻了，是这个跟北韩也不行，那韩国其实是就变成美国的这个御用的，那也不行所以韩国要调整这个局势那韩国终于跟北韩的关系改善了，就把这情势逆转回来，他是可以在这个主导的角色，而不是被控制的角色。老师，你没点到一个人，安倍晋三的脸比较绿一点。这里面安倍晋三是根本没有角色可演，安倍晋三是这里的最大输家是没错。那问题是为什么在隔壁的，而且他飞弹还时不时的飞过北海道的上空，他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才对啊？他实际上是搞不清政治状况，他是一个政治的误判他一开始你想他站在这个美国这边，要对北韩加强那个强硬，那是他要想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但是他被这个派到川普叫他去参加平昌奥运，平昌奥运去了以后，结果。